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2日公视第一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新闻开始来看，美国总统拜登展开头一场记者会，上任已经2个月，才开记者会，这嘛是美国100年来唔捌有过的记录。拜登伫记者会讲到中国破坏人权，伊认为习近平这个人本底就无民主的概念。拜登嘛讲，伊希望上任100天内，让全美国2亿人拢注疫苗。 美国总统拜登讲到美中关系，讲伊已经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讲了正坦白，美国袂挑工甲中国对抗。Doesn't have a Democratic with a small d bone in his body, but he's a smart guy. He's one of the guys like Putin who thinks that autocracy is the wave of the future. Democracy can't function in an ever complex world. That we're not looking for confrontation. Although we know there will be steep competition, we are going to hold China accountable to follow the rules, whether it relates to the South China Sea or the North China Sea or the agreement made on Taiwan. No American president ever backed down from speaking out of what's happening in the Uyghurs, what's happening in Hong Kong. 拜登也讲到美国墨西哥边境的危机。I guess I should be flattered. People are coming because I'm the nice guy. The truth of the matter is, nothing has changed. As many people came, 28% increase in children to the border in my administration, 31% in the last year in 2019 before the pandemic in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Tens of thousands of people who are over 18 years of age and single people, one at a time coming, have been sent back, sent home. 虽然拜登伫咧其他场合也开过记者会，或者是甲媒体面对面互动回应，不过这场个人记者会是上任2个月的了才开。白宫讲，这是因为伫咧专心处理有放射加苏格兰等代志。对疫情，拜登也设立新的目标，伫就任100天内要达成2亿人次有放射。伊第一个目标1亿人次已经伫咧第58天达成。有记者问78岁拜登是毋是会连任，伊讲有咧想。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再来看云南会昨公布苏花公路游览车内人死亡意外报告。云南会之前表示讲，这台车的结构有系统性的问题。昨又搁指出，一般靠窗仔门的椅仔，应该拢会用4支螺丝来锁掉的。也毋过，这届发生事故游览车只锁2支螺丝哦，所以发生意外椅仔才会飞出去。云南会主委呼吁交通部应该要重视游览车座椅甲车体规范。两停游览车弄到山壁，车身破一大坑，有乘客下安全带，随着座椅飞出去，不幸死亡。云南会最新的调查发现，这台车的走道座椅甲瓦桶的座椅固定方式无同。走道座椅是4粒螺丝顶伫涂骹。瓦桶的座椅一边有2粒螺丝顶伫涂骹，另外一边原来有2粒螺丝，按过用有形叶收敛伫车壁。云南会主委杨凤池讲，这就好亲像减2粒螺丝共款，专业来看感觉真无适当。从专业上来讲的话，螺丝呢最好的方式，它会穿到我们的那个钢板上面，会穿过去。它只是用 U 型夹夹住，U 型夹的那2颗呢，都是在游览车车窗下面的部分。云南会发出的事故其中安全报告，认为即马车辆安全检测基准，敢若测试座椅结构强度，也甲椅片弄到的力度，却是无明定车椅甲车身固定的方式。大客车乘客座椅若做经过改装，也无标准的检查天数，所以目前也无法度确定固定方式甲事故是毋是发生相关联。不过建议交通部优先检查捌发生事故的共型车辆，包含107年9月份伫大埔交流道，也甲109年伫阳明山乌山路堆弄的事故，也甲即个苏花公路弄山这3款事故车的共型车辆。如果有涉及到游览车的权益，我们一定会捍卫他们的权利，也会保障。但是在这个时间点，我们就必须要做出很断然的一个处置。业者讲，交通部还未查清楚事故的原因，就调回特定厂商所打造游览车，引起民众的紧张。因为拄拄到校外教学、全里民的国民旅游旺季，已经爆发大家退单，业者调度大乱。记者综合报道。
中营海运一只大型的货船到达个卡伫苏伊士运河，造成运河大塌船。外国媒体计算讲，所有的船卡1点钟，损失大约是新台币114亿。中营海运嘛向交通部表示讲，这台货船是租的，所以所有的问题拢是这间船公司爱负责。船身400公尺长，排水量有224000吨。中型的大型货船中树号疑似受到透风的影响，几只船偏离航道，转伫苏伊士运河靠达，严重冲击到全球货船的运能。有外国媒体估算，若是靠达调船2天，平均1点钟5亿的损失，是会甲4亿的美金，超过114亿的台票。Anytime you see these kind of crazy market disruptions, it's usually a benefit to the owners of the ships, right? Both for tankers, container ships, anything that's stuck. But also for the commodity that's being moved. 中树号原底航线是由中国深圳盐田港出发，有经过台北甲马来西亚，原本按算3月31日，伫荷兰鹿特丹港停歇。不过，煞伫埃及时间3月23早起8点，为红海北向进入苏伊士运河的时阵，伫河口南边6海里的所在靠达。不过，中央海运董事长张延仪已经有甲交通部讲，中树号是租的船，一切损失是由船公司来负责。根据了解，中树号是日本正营汽船公司的，因保险的业者恐惊会面临到苏伊士运河管理局爱因赔偿的代志，也有其他的船公司因为运河的交通塌掉咧，影响到因的营运甲收入，可能嘛要求赔偿。长荣租这条船论实，它就是你就是帮我送到，等于外包，那你就帮我把这个货运到哪里去？船员是你的，船是你的，什么都是你的。如果有问题，都是日本传统的问题，租的成本当然就比较高啊。目前中树号是由荷兰的专业输送公司抢救当中，这只船到达要卡伫运河内底，目前的作业是持续进行。专家指出，协助脱困上好的时机，恐惊要等到礼拜或者是后礼拜1、28或者是29天留的时阵，才有机会通好解决这个问题。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今仔东北季风减弱，各地拢是好天的天气。咱来看温度，今仔东北季风减弱，各地温度会回升，也毋过早个暗嘛是较凉冷。今仔透早温度上低是伫新竹甲花莲只有11.7度，日时北部温度上悬大约是26度。天气会愈来愈烧热，后礼拜1到拜3会到30度。后礼拜嘛是拢是好天，正热的天气。这几天西半部的空气品质是无介好，部分地区甚至有红海，阁有蒙雾，云嘛真低，能见度是无介好，所以观众朋友赛车就爱特别注意。再来看台中、苗栗甲中华北平部分地区，对4月初6会开始实施送水5天、停水2天哦。消息一公布，真侪民众就赶紧去买水桶，要来吸水。卖食食的店家嘛真烦恼，讲生意会受到影响。另外，台中的林园道去年12月底就已经甲水表封起来，不准接水哦。也毋过嘛是有民众偷偷用水。台中市建设处是表示，民众这款的行为已经违法。卖场内底假的货，侪拢红搬了了，毋过也是有袂少民众，因想要找拢是遮的水桶。找几间啊？找2间啊。嘿，拢甲伊讲大开拢无啊。细开拢无啊。如果连2天的话，那我要怎么洗澡？对啊，生活用水总是要有啊。无论罐桶是大卡细卡，只要会当用内底水的，就先买起来放。有人是走几啊间，一摆买几啊卡。业者讲，用过遮的桶啊，结果一工是卖几个啊尔。伫分区供水的消息确定了后，销量是向升中6倍至7倍，就连底物件的箱啊，即嘛真抢市。也有盖子可以盖起来，比较不会有一些脏东西掉进去，所以蛮方便的。装完之后，以后没有限水就可以拿来装其他商品之类的。二是经济部抗旱会议宣布，台中、苗栗甲中华北部地区水情进入上严重的红灯。4月初6开始，会启动供水5天停2天分区供水的机制。毋但民众紧张，逐工做生意都要用水的点心店嘛头壳摸咧烧，敢来当调整用水的方式。如果真的都没有水可以用的话，也没办法。对啊，因为毕竟我们做吃的，每天都需要用到水啊。水情持续真严重，台中市区的林园道所传出自来水的水表，顶管本来有封起来，煞去互破坏，甚至疑似有人偷接去用。台中市建设局表示，为去年12月份开始，就已经有甲自来水表封起来，即马煞去互破坏，受落来追究相关的责任。窃取自来水这个是属于那个刑法的窃盗罪，所以这个部分我们现在也行文给那个警察局来协助调阅监视影像来去查这个行为人。市府表示，
除了以驻地条例来裁罚，因为涉及插道罪，嘛移送警方主动追究行为人的责任。即嘛水情食力，一点一滴的水拢袂当拍算去。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高雄，因为欠水，高雄的澄清湖、佮大鼻湖，佮继续抽水出去用。澄清湖的水量已经存无到5成。昨伫屏东有一台货车去弄破自来水管，水是流到满车路。虽然自来水公司赶紧派人去修理，也毋过嘛是有3万户的客家受到影响。真强的水墙一直向顶悬转，远远看敢若小型瀑布，原来是水管破一空。弄破水管的都是卡地边啊，这台大货车。连接车辆知道后发生交通事故，那个撞断自来水管，目前脱掉已经完成。25早起10点外，2台车伫屏东第17线永祥路口小 A 边落水沟啊。虽然讲完成脱掉，不过自来水管也是一直漏水。自来水公司表示，邦寮、嘉东这个乡镇实施停水，邦山甲西亚乡减压降水，估计影响3万户。水伫无够的时阵，水管搁破，真正是无米兼轮过。湖底大甲闭气，四界拢看到沙坡。伫高雄的澄清湖，因为口花无解除，搁持续支援民生用水，跳水率敢若剩4成8。面对口花危机，各地开始节约用水。我会先去把那个水关掉，然后再跟他讲，因为这样就不会浪费水。水桶这刷水，唔爱七头门揉涂骹，搁爱用这水压花。高雄中校国小的学生囡仔集水多用，搁加上校园内底省水马桶的设备，比同期减少25%的用水。台南政府部门也启动省水政策，收水这样子收集进来以后，再经过排出管到我们设定的排出口去做浇灌的工作。收集冷气饮水机排放的水回收再利用，厕所部分的洗手台也暂时无用，一个月落来已经省167度的水。也毋过伫水情也未得到疏解进程，用水限制恐惊会增加。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带观众朋友来看今日的报纸新闻，咱是来看《自由时报》。行政院昨通过第1阶段组织改造的法案，要新设数位发展部，国防部嘛要新设防卫后备动员署，科技部要改名做国家科学甲技术委员会。这3个机关的改组，希望伫立法院这个会期通过，上紧数位发展部明年第1季会使挂牌。再来看《联合报》，全国各高中职最近咧选学生会会长、主席，也毋过有一寡学校报名阁爱看成绩、执行分数等等的限制，嘛引起外界质疑。教育部是指出，自2017年就已经规定讲，学校袂使有资格限制咯。再来看《中国时报》，新北市现代侦办馆长陈之涵的枪杀案，有一辆价值达300万的手表证物却消失。后来传出讲，现代一位警察队长执法无通过哦，经政署嘛下令政方单位去查，结果有一个分局上班的审办人员却失踪，昨已经找到人。一个警察是表示，压力上过大，伊才会灭起来。咱再来看，国内昨增加3个对菲律宾甲美国入境的病例。另外，24早起，邦桥的阿东病院有一位护理师注 AZ 疫苗了后，就出现过敏、心肝头、皮肤菜哦。后来经过治疗，伫家护病房观察，昨早起嘛已经出院了。指挥中心是表示，目前已经有5000多位医护人员注疫苗，其中是有9件有不良反应的通报。国内 AZ 新冠疫苗开始自高达进入第4天，即马传出有医护注了后出现急性过敏反应。是40多岁阿东病院护理师24早起注 AZ 疫苗5分钟了后，发生心脏皮肤菜起增加急性过敏反应，也毋过血压一直维持伫107，无休克。当时伫30分钟的观察期间，现场当人互伊类固醇加抗组织胺处理，搁以院内当人注疫苗紧急事件处理流程，搁规格收治到家护病房观察1天了后，已经伫早起出院。这个案其实它是因为有这个过去有食物跟药物的过敏史哦，所以类似像这样的打了疫苗之后，也立刻在观察30分钟有做立刻的一个给药的措施。
指挥中心表示，目前国内大约自5000起出现一个其他严重不良事件，也毋过共配合疫苗，无其他人出现个样。这一摆是真少突然发生的事件。目前全内已经有5169位医师人员自 AZ 疫苗，有8人通报非严重不良事件，1人是其他严重不良事件。自疫苗通报身体状况的人，29.4%有发烧情形。体内可能已经有一些现存的抗体会认识这个抗原。然后很快就驱动一个免疫反应啊，因为免疫反应如果急性的免疫反应是可以很快驱动的。从国外的个案分析知道说，如果以前打过疫苗，有比较严重过敏的，哦，别的或是有别的严重过敏史的，就比较容易。可是这是唯一目前找得到的。医师表示，疫苗资料后产生的反应是甲体质有关系，一寡民众的体质确实伫自然疫苗会有较强的反应。根据国外观察数据发现，自牛津疫苗引起过敏性休克的几率大约是1/10,000。亚洲国家最近才开始做，敢是亚洲人较会发生过敏情形，有外爱观察。记者综合报道。全世界新冠病毒疫情各国家全球的病例数嘛已经超过1.2亿例，死亡的人数有275万人。咱来看上新的统计，台湾昨增加3个病例，目前是1012例；中国的病例有9万多例，香港超过11000例，日本超过46万例。目前全世界疫情上严重的前3名是美国、巴西和印度。美国已经超过3000万例，巴西嘛超过1200万例，印度是超过1470万例哦。再来看欧洲迄边，英国嘛超过433万例，法国超过448万例。再来看卖衫的品牌 H&M， 去年发表一个无要使用新疆所生产的棉线的声明，最近受到中国的抵制，嫌 Nike、爱迪达等品牌嘛受到牵拖，真侪艺人拢宣布讲要退出代言。另外 ，Facebook 嘛宣布讲最近有封锁一寡假股口罩，因发现讲这口罩拢是咧监控海外维吾尔族人。瑞典真有名的服装牌子 H&M，2020年10月份捌伫官方网站发声明，讲新疆维吾尔族人去互强迫劳动，因为安尼，因公司袂使用为新疆生产的产品或者是原料，嘛袂甲当地任何的生意厂合作。这个声明只是去互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出来，因谴责 H&M 伫遐风声放影抵制新疆的棉仔，搁哪趁中国人的钱。中国央视甲人民日报嘛拢招来骂 H&M 想要关碗旁，引起侪侪中国网友的批评。针对这点，中国外交部2号强调讲，外国企业听欧美的学者对新疆棉仔不实的报道了后，采取任何的行为，后果拢要家己承担。中国的市场就在这儿，不需要我们去专门搞什么胁迫。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可能现在中国老百姓也不允许一些外国人一边吃着中国的饭，一边砸着中国的碗。瑞典的牌子 H&M 市值估计有2750亿个台票。中国是因公司第4大的市场，伫中国差不多有520间的店面。虽然 H&M 中国分公司官方网站紧急出来驳回讲，因并无代表政治的立场，嘛尊重中国的消费者。不过包括天鸟、淘宝、甲京东等等的电商平台，拢已经甲因公司的产品落市。连带百度地图的 App 顶悬 ，H&M 的店面嘛拢全部消失去。也若甲 H&M 同款有加入良好棉仔发展协会，简称 BCI 组织的运动品牌，包括 Nike 甲爱迪达等等，嘛去互中国网友挖出来咧网络顶讨论。受到牵连的牌子是愈来愈多。国外他们目前对于我们国家的总是在挑衅我们的国土安全，就其实在他们根本无法插手的一些领域，然后总是在向我们在我们的底线上不断的去触碰，然后听了以后也挺气愤的吧。我看新疆的棉花绝对没有问题啊，包括从新疆的各种政策，然后新疆的稳定程度啊，我觉得都是特别好的啊。我觉得比欧洲国家什么法国呀、什么这些意大利啊、治安什么的，那一定是能好上上千倍。另外，人民税安全政策中心日时表示，因封锁差不多100多个中国海客的假账号，这假的人民税口罩锁定伫外国的新疆维吾尔族人，利用假的新闻网站或者是维吾尔族人爱用的祈祷网站的连结，用恶意的程式来进行远端的监控。防监控的对象包括维吾尔族的维权人士、记者，还有异议人士，差不多有400多人。公司新闻警员并编译。咱再来看缅甸的政变造成真侪民众不幸过往，反对派的民众嘛开始改变做法。第二是反对派伫大都市发起商店关门抗议的行动。
为第一大城强攻到南部的土瓦被少商店铁门扭起来，也毋过因为军政府封锁消息，所以霸市的范围甲效果安怎真歹评估。到伫同时间，土瓦街路拢是野情的士兵，军方搁以风送头要求民众交出家己的武器，照办的下当无追究。军方也搁呛声，若讲有情的民众无配合，互军警查获枪械，就等咧互判重刑。另外，军政府临时释放600多名伫过去一段时间参与抗议防疫的民众，包括6月底也互拘留的美联社驻缅甸特派员谭少。咱们户的阿龙，外面就在比来做嘞，接触电台的比来做，接触面点嘛就比较点嘛。这么讲了都，就如果改变的就不孬，那就新年的不，那个嘞，面做了没有把这个什么没。自从缅甸军方发动政变，靠亚民选领袖翁山书记等人以来，连日的活动往往演变暴力冲突，连同这600多人，前后方释放的民众达到大约1000人，也毋过游玩，封关的也阁有活2000人，到了2900多人伫抗议中被掠，伫冲突中互军击拍死的人数也活300人。有的民众本来无意参加抗争，结果互军方乱枪扫射死亡。厝住伫外层的这名7岁查某囡仔，都是其中之一。嘛，都我老有的还有干够的朋友，啥人呢？就看我背的，哎呀，我关表在，哎家就也才送上来了。根据路透社上新消息，伫离世的霸市抗议了后，强攻顶地，佮开始准备更加侪的车路示威。接落来敢会有更加侪的流血事件？国际社会佮会采取什么款的行动？有待观察。公司新闻，戚家仁编译。今仔国际上，阁有甚物大代志？咱做伙踮台湾来看世界。首先是美国总统拜登昨开头一场记者会，伫会中嘛警告北韩，若是继续发射飞弹，美国一定会做出回应。再来看一只以色列货船昨互飞弹拍到，怀疑讲是伊朗发动的攻击。这只船是对坦桑尼亚出发，要驶去印度，伫阿拉伯海受到攻击。再来看美国众议院的外交委员会昨通过法案，要协助台湾来重新取得世界卫生组织观察员的身份。有真侪位议员嘛，学了台湾，真做是世界卫生的领袖，对国际贡献是真大。再来看前国防部长蔡明宪最近出席印度一个讨论会议的线上论坛，蔡明宪一开始就讲，咱台湾是正做一个国家，也毋过随后一个香港立法会的议员来呛讲，台湾只是中国的一个省，伊嘛离开讨论表示抗议。陆委会嘛批评表示讲，这款粗鲁无礼貌的行为是无法度改变讲，咱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的事实。Fortunately. Taiwan as a nation, it is the most lucky. I am sorry, I have to leave this forum. Taiwan is not a nation. It is a renegade provinc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听到台湾是国家的关键字，香港建制派立法会议员叶刘淑仪随离席抗议。印度反腐一间电视台举办全球国防会，就要将相关问题实行进行讨论。咱个由前国防部长、台湾联合国协进会营副理事长蔡明宪代表，只是一发言就互香港代表拍断。In this COVID-19, or you may call the Wuhan virus. I beg your pardon. I don't think you should stigmatize this virus by calling it Wuhan. Right. I will depart. I will leave this platform if you use this term again. 叶刘淑仪强势插话，唔但袂当讲武汉，也袂当用国家称呼台湾。了后，离席一直到会议结束，拢无登到座位。蔡明宪会后表示，了解叶刘淑仪是亲中的机关，即摆相信国际社会拢看到中国战狼外交的坏霸行为。他粗暴的这个抗议啊，或退席啊，我感到没有一点意外了。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这是一个不争的客观事实。粗暴打断他人的发言，这种不礼貌的行为无法掩盖事实。陆委会批评叶刘淑仪袂晓听别人讲无民主素养。另外，根据陆委会公布的上新民调，78%民众支持伫对挺尊严关照，甲北京当局促成有意义的对话，伫疫情有效控制，渐渐恢复两岸人民正常交流往来。另外，外交城台湾民众反对中国一国两制，7%认为中国对咱国政府甲民众态度无友善。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一间真出名的水果进口的贸易商，董事长陈清福等人防指控业务侵占甲盗税2亿5千万。台北地检署总指挥调查局所查，嘛要求陈清福等人到案说明。你有进站公馆吗？有没有逃漏税？记者问及备用公司的董事长陈清福拢无应。国内有名的水果进口商大用球果集团，由备用公司的董事长陈清福掌控经营。验过检调伫一本公司的内销查到，陈清福等人涉嫌伫2013年到2019年之间，为进口水果予国内盘商的时阵，调工无开发票偷走税2亿5千万，国叫盘商将汇款汇入陈清福等人的私人口座，涉嫌下走公司10亿外。台北地检署25分6路所查陈清福等人的徛家甲公司，将陈清福甲纪律会高层干部列做被告约谈。陈清福等人依照业务侵占、洗钱等罪嫌移送台北地检署。伫审后，台用球果集团的董事长陈永祥被依照涉嫌业务侵占10万块交保，其他财务部门的员工是20万到50万交保。因那董事长陈清福、财务主管林德成、集团董事陈月芳等3人，因为伫咧半暝降保了，依然无法度赚到保释金，所以伫法警室过案。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中华职棒，昨暗伫高雄、有桃园拢有比赛哦。伫桃园球场，统一赛对上乐天桃园队，战到第11局，最后桃园队是以5比4赢球。伫高雄的顶清湖球场，中信兄弟是以8比3来拍败魏全龙。那个差距是一点点而已。这一棒打出去，哎呦，第一时间挡下来，那就是比赛再见了。乐天桃园伫第11局靠林立攻出3垒打，和统一赛出现再见胜误，才伫这季第一场延长赛赢球。不过这场比赛先提分的也是乐天。这一棒的是落地嘛，平飞安打没有问题了，而且有抵抗的效果。用摇分甲球降到中正平外遐的大浪旁，甲垒上2位队友拢上台，河原队第5局先提分，到第7局国家比数球大。哇！结果这棒打到了外野的一个飞球，要看落点，哇，落地，这是一支安打。蓝英伦的安打，和乐天甲比数扭开到4比1领先。不过统一赛无放弃，第9局一个输2分，面对终结者陈武芬，无人出局满垒的情形，甲比数扭平。哇！结果真的是砸锅了，追平分，这是4坏球保送。这是陈武芬个人第33遍救援失败，也是中职史上的第一。好加在队友伫咧第11局个提分，上尾乐天5比4赢统一，摕到这季桃园主场的第1胜。另外伫咧定情湖球场的两场大战，中信兄弟伫咧第7局，获到柯基宏攻出情侣3分打点的2垒打，佮加上去年倒手3冠王德保拉优质的先发，最后中信兄弟8比3赢味全。记者综合报道。为着东京奥运3月中开始，选手得出国去比赛来抢积分。体育署最近安排头一批选手，佮有教练，第23到25去注疫苗。3天有41位选手，佮教练，佮有防护员已经注好啊。依照顺序报道，天声问卷为国训中心来20多位选手、教练、防护员，经过高雄中间医师问诊，确认无问题了后，准备开始注意风险。我一开始打的时候都会特别紧张嘛。对，然后当打完之后就觉得还好，只有在刚打完的时候，这个打针的地方有点酸痛这样。然后目前状况是都还不错，降低感染风险，然后让我们出国的时候可以比别人就是还要更有防护能力。郭幸顺甲空手道的文姿文拢讲，注疫苗加一个保护，出国更加放心。郭幸顺的教练林敬明补充讲，偏高注意风险，另外一个原因是比赛国有这个要求。对方国家也要求我们身体是健康的，然后当然我觉得有注射疫苗还是有一个保障。郭幸顺4月13出发去乌兹别克参加亚洲锦标赛。
文朱云4月底要出发去摩洛哥大奖赛，4月份还有柔道等等，还有帕奥的游泳，拢甲东澳资格积分有关的这个比赛，拢伫国外举办。因为阿里早安排来自预防社，统计23至25天，头一波7个运动种类有这个意愿做的45位教练选手防护员，有41位确定要做。在门诊的时候，有一些或许体温比较高，或是有一些生理的问题，所以医生会建议不施打。伊这原则是分配一个一个自主决定来做。体育署表示会确认其他的运动种类选手的意愿，预定4月初至4月底自愿第一档，大部分的选手教练都会当伫6月底前自愿第2档。记者综合报道。虽然抢救 F1 战机飞行官潘英敦的黄金72点钟已经超过啊，也毋过军方并无放弃抢救。昨下晡海军陆战队嘛闯落去海里找人，也毋过昨一天拢无新的消息。军方嘛拍算要邀请运安会做伙来找出失事的原因。海军陆战队两车外人，因为天气歹风影大，规早起拢无法度出动。25下晡总算会当出发，3只树灵艇载14个人，要去当地渔民建议的片头搭迄块泥仔水底找人。水下很浑浊，因为这个底下的状况不是我们可以预期的，他们已经先去侦测过了，然后潜水员也上来了。这边的渔夫渔民都认为啊，只要有海难或海事事件的时候，大家都会在这个区域啊是最容易发现啊。指挥官表示，片头搭因为地形的关系，无共方向的海流会伫遮相夹，演过若海顶发生事故，大部分会当伫遮找到物件，才会选伫这个所在。不过因为天气无好，头一个活人落水底，因为能见度伤歹，任务提早结束。不过搜救行动并无因为超过72点钟就冻点，目前持续有人用吊架伫监控。也若山区有海巡人员去到找人，另外无人机甲水底超找的工课，只要天气稳定，就会持续出动。这2只战机事故的原因，国防部长邱国正伫立法院质询的时阵，讲这个事件8面前有可能是烧弄，不过佫需要其他较有力的证据来验证，嘛无排除会邀请运安会协助。我们这检查小组都从各方包含外面，不管是飞安或这个从有专业人员看这个编组，也就知道我们不可能也不会军中自己把它给包在一个里面来讲我们的问题，我们自己解决。国防部强调讲，调查小组有包括外口专业的人员，大家共同来合作。也若搜救进入第4天，下晡有传出屏东哪像找到飞官，还佫有台东南电发现机片，不过军方是拢否认。记者综合报道。经过4个月改善，台中捷运站早起重新开放1个月免费试营运。台中市长罗秀燕伫昨早起6点，佮甲市民做伙坐头一班车。市政府嘛表示，会佮利用试营运的期间，继续来检讨改进。来到捷运站，一群特殊教育班的学生是真欢喜，因为这天是因第一届坐捷运。虽然路卡的老师斗3天，不过规4届对因来讲，拢是真心实的体验。因是台中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伫台中捷运佮在试营运的头一天来体验。老师讲，为着互因接触中部第一条捷运，过程是袂当凊彩。请他们说，如果我们没有位置坐的时候，必须要紧握扶手，或者是紧握这个拉环。那如果说上来有位置坐的时候，我们会优先让一些行动不便的同学先坐在椅子上。一位妈妈也带囡仔坐电母车来坐捷运，恢复试营运的头一日，实际来车厢和车站行搭，感觉是拢有改善。像他这种博爱座的话，都是做粉红色的，那它的规划动线也都算蛮好的。台中捷运去年11月因为连接器的心断过，经过4个月的改善，3月25日再全时段试营运，民众摕电子票证就通免钱坐车。透早6点外，市长罗秀燕也对北屯总站坐头班车，和市民体验台中捷运重心试行。我们最大的任务之一，就是一定要让它完工通车。又高兴又百感交集，然后又觉得责任重大。罗秀燕表示，除了强调安全，也希望台中捷运紧对着其他捷运系统的水准。中捷表示，虽然列车唔免派人驶，但是要是有人伫车顶监控状况，随时修正，为后个月4月25日通车做万全的准备。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屏东雾台乡的海游客哦，因为遮有温泉，佮有彩色的石壁，最近是热扑扑哦。本地有零售的总量管制，也毋过煞超收游客。有真侪人照时间去等车，毋若车真恶等佮起价，游客是真怨叹。真悬的彩色山壁，穿甲看到底的溪仔水。屏东雾台乡大武部落的海游客，因为有薰拔鸡汤，也甲七彩石壁，这个温泉美景真受游客介意。即马就是传出当地好亲像超收游客车辆无够，地势就接驳大延误。连便当都没有发给你们，还车子又延误了4个小时，也没有工作人员来这边安抚你们。这么过分！带团的业者真生气，将213游客等接驳车的影片放去咧面册顶悬，因为公所今年将游艇收费提高到1900块，不过观光品质无较好，电都较歹，安尼会拍歹原住民的名声。乡公所那边呢，开放400个，结合200个就600个，一天能用的就是40台到50台嘛，每一台只能载7个嘛，算来算去，一天最多也是300个，进去出来一定都要2个小时以上啊，所以就会delay了第2批甚至第3批嘛。雾台乡长回息咧讲，这2天啊，落雨山区溪水涨悬，地势就接驳出状况，已经公告暂勿入山，也解说收费调悬是因为保育解说也甲部落回馈费用，是毋是有超收游客？乡长回应是公所甲部落报名系统无共，早起已经甲部落沟通。因为我们有时间限制，7天以前。你一定要是所有的报名一定是7天以前来报名完毕，那会出现一个状况，什么状况？结果你不是在这个期，可能是要出发前2天3天，突然进来了。屏东教育处表示，会协助公所提升下游客旅游的品质。公所甲部落原来预定伫28进前，针对人数管控、车辆接驳，才会讨论解决方案，希望提供游客会当有更较好的旅游品质。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婚礼的理论，地方上有真侪无会使用的公墓哦，说互民众乌白蛋本色。公所是当个整理，刷去挖出真侪清朝甲日本时代的墓牌，咱嘛做伙来看卖。这2块墓牌，一块是清朝时代，一块是日本时代，都是进前婚龄理论乡大义村的墓阿婆种地时阵发现的。我们有发现到那个清朝那个嘉庆年间的一个墓碑。对，所以说这个就可以佐证说地方文史，它是从清朝就开始，这边就一直是个墓地了。婚林理论乡内底有足侪为废弃的墓阿婆，常常有民众乱抌废弃物，造成周边环境垃圾。对此，公所拍算好好整理，也进行美化改造工程。把这乱杠杠整理之后，和农村再生爱来和社区来营造做一个丽美化，一个真好所在乡长表示，因为整理废弃的墓阿婆，甲做历史美化工程需要一段时间，呼吁民众发挥公德心，唔通乱抌粪扫，做伙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环境。学着的这2块古早墓牌，卖做古文物来保存。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婚礼的好买有12个老人食堂，最近嘛甲西丽果菜市场合作，需要的食材由公所统一来采买，佮配送哦。唔那减少麻烦，继续马俗，真正是1减2个。一箱搁一箱的菜放入去货车内底，准备要再去互长辈食。婚礼好买店的中青食堂，原本实在是爱各社区家己负责，不过最近改做伫镇公所统一配送，是搁较利便。解决这个问题是婚礼店面代表主席林家宏，伊和西丽果菜市场参详，得到支持，甲一寡青菜伫统一的地点，互职工来载。咱好买店即摆拢总有12个长青食堂，是由12个长青食堂每一个承办人出去买菜，有的去西丽啦有的透过各种管道，不管在价格上面，或者是运送方面，都非常的不方便。所以呢，嘉宏就来甲西丽果菜市场，甲这个农产行跟盘口来商量，获得雅芳农产行这个阿店人阿某大力的支持。当地里长是表示讲，有这个方式实在是减轻因的负担，大家拢真娱乐。食堂的长辈嘛真肯定这的菜色。像我自己要开车到西螺菜市场来买，这次有那林主席跟我们争取这个菜过来我们就不要到西螺那边去买了。不会说去那边还是消费化退财退到社会。
食堂的经营是爱靠乡亲做伙打拼，相信有这款新的制度，大家拢真欢喜。除了食饭这个方式，也让社区之间互相斗相共，培养感情，实在是一举二顾。金阁长青市场来讲哦，真的帮助很多啊。哦，除了可以省下一些那个菜的费用之外哦，我们无形当中呢还会跟一些社区的做一个互动哦，大家互相支援哦。记者综合报道。嘉义阿里山地区有真丰富的自然生态环境哦。对4月份开始到6月份，山区会当看到42种无同款的花金菇，种类是占全台湾的2/3。那么做伙来看卖。暗暝的深山内，花金菇闪闪烁烁。嘉义县阿里山地区4月就开始看到花金菇。为着要推广生态观光，阿里山国家风景管理处配合泰兴水利光华在内的10个社区，当咧举办花金菇的观光活动。我们有跟社区特别有跟他们合作，然后又请就是特教中心这边来跟我们合作就是教育那个萤火虫的生态。古尼关系比黄河路是10年开始嘛开跑嘛这个已经目前是全县甚至全世界拢知啊嘛。那我们是说泰兴应该生态较丰富萤火虫蛮多的，所以说我们需要也有季节性把它衔接上是很对的。为了延续阿里山地区伫花季耍的观光效益，阿管处邀请社区甲部落配合在地产业推出花金菇的旅游行程。有的社区就表示，对无同时期甲区域的变化，到年底会当看到各种无同的花金菇。萤火虫就是到处都可以看得到，但是就是还是有很多人就每年都来看的，还是有。为什么要来这里？这里有什么特别吗？因为这里有很多的风景区可以搭配的，晚上看萤火虫，白天玩风景区这样子。4到6月是黑翅萤跟端黑萤这2种萤火虫。紧接着是卖翅萤，再来就7、8月的时候是山窗萤又出来了嘛，冬天就雪萤、巨角雪萤都出来了，然后整年都有萤火虫在我们社区里面。阿管处表示，今年雨水较少，有可能加减影响到花金菇的数量，嘛呼吁民众观赏花金菇要有正确的观念，才袂破坏因的生长环境。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台湾甲别的旅游气泡4月初特别出发，也毋过同款是低风险的澳门，也是其他国家哦。咱台湾阁还未放零检疫的标准。境外省防疫小组昨日开记者会，希望台湾政府会使斗3工，或者所在的境外省会使方便入境。第一是冗长复杂的签证程序，这是入境难；第二是高额的防疫旅馆费，这是检疫难。然后第三是检疫后在自主健康管理期间不得进入校园，这是求学难。境外省防疫小组2、5开记者会，点出3项境外省伫疫情期间接拄到的问题。因希望台湾政府对风险较低的地区放零检疫的标准，亲像澳门就是一个例。解封指数越低越好。然后我们从这个图可以看到，这是3月19号的数据，澳门的解封指数比台湾还要低，澳门的解封指数为0，而台湾的解封指数为0.057。防疫小组表示，自疫情爆发以来，入境的定数变真复杂，而且检疫隔离时间长，搁真开钱。有侪境外生已经1冬无返去因的国家。希望台湾政府会当斗3工。我看看人数了哈，那我想这个有这样的想法，我觉得也不是不可行。然后因为确实澳门是非常的相对低风险，它一直都在我们这低风险的里面。也许没关系，我们再研究看看，我相信我们是可以给他一点正面的回应。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第2次的记者会表示，会先观察人数，搁再研究看卖。防疫小组表示，到3月20为止，澳门已经小连续365天无本土病例。台湾愿意规划闭流，新加坡的旅游气泡计划，煞伫无放零对澳门的规范，因实在是无法度理解。记者郭碧君、张水台北报道。真理大学台湾摩道校区的台湾文学资料馆哦，今年的正月份发生换色的风波。目前经过教育部协调，真理大学已经成立一个9个人的专栏小组，会来讨论台湾文学资料馆未来的发展。
真理大学毛道校区的台湾文学资料馆，今年1月标出校方熊熊换色的风波，引起议论。落尾教育部请真理大学组成专案小组，内底包括张良德甲教育部文化界代表、真理大学代表进行讨论。目前分做2部分，第一是需要紧急处理的建筑物修缮，过来是资料馆未来的发展规划。修缮的处理这。大楼的清洁啦，啊，保装的工人，啊，我嘛有派2个老师，伫咧就我馆长，啊，一个就是田老师，伊是这行秘书，嘛会去请人，进一步来好好来服务这大众。当初换色风波所指张良德教授私人物件拢锁伫馆内。张良德表示，目前伊的文件拢已经摕回来啊，其他资料则来豆豆整理，也是留伫资料馆嘛无要紧。不过对学校向教育部提出的规划案，伊认为用兼职的方式做无工课，必须要有专人处理。这款专人的工课做袂好势啦，台北甲麻豆安尼走，你这个馆。一定要有一个政府的人，现场有执行小组3个人负责，上面有一个督导小组、5人小组来监督、来策划，要安怎做。安尼你这个组织健全了后，再去甲教育部请钱，你就请有。教育部表示，台湾文学资料馆的未来规划，希望经过专案小组的讨论，有共识了后，教育部会针对经费提供协助。学校是直接报文到教育部来那报文到教育部来，那基本上我们会希望说，这个专案小组的成立目的就是要去讨论台湾文学馆的发展的规划。那这个计划既然有涉及这个部分，那我们会建议学校说，就把这个计划提到这个专案小组去做讨论。那这样子让委员也会比较清楚说，我在未来这个2年内，学校打算要做什么样的规划。自头就关心台湾文学资料馆发展的文化工作者郑恩伟讲，专案小组在讨论的时阵，嘛爱注意避免校长兼弄精。推动馆方业务或决定经营方向的时候，极可能会动用到投票。那如果学校人数占多数，梁哲老师这边占少数，这就他们球员兼裁判，那势必以后都是由学校来掌握了。教育部回应，专案小组有真理大学的3位代表，加叶灵剔前校长、张良德教授、作家向荣、教育部专员、台文馆苏锡彬馆长以及台南文化局长叶德山。伫讨论的过程，一定充分尊重各方意见，共同协助台湾文学资料的保存加推广。记者杨淑晴、谢桂林综合报道。人讲食到老，学到老，新竹一间老人的健康中心最近嘛推出真趣味的台语课程，老大人伫遮唱歌戏学台语是真趣味。学完大声唱歌真欢喜，每一个人拢真好笑神。白色起来呀，红色起来呀。除了唱歌，还有趣味的活动通好耍，时代用这款的方式来学台语，感觉一点仔嘛袂困难。咱所在是税务唔对，嘛有客语，嘛有台语，嘛有国语，所以你家己母语就是这个母语，你爱清楚，你该安怎讲，所以用母语来咧讲。有趣味就觉得喜欢来上。台语老师伫台顶唱歌戏，哪唱哪比动作，学员嘛对咧做伙唱。新竹这间安养中心的台语课程，平常时佫会举办活动，学员直接穿戏服来学唱歌戏。会当甲我伫咧上课当中所学的物件，像咱甲带去即个所在，交大家长辈来分享。毋是讲要讲台语即回事尔，伊这台语内面，伊嘛有文言文，搁像我对因在上课学迄结句话吼，就是双关语，迄是平常时按
袂晓讲诶，伊迄是较有学问一点的。啊，我是感觉甲平常时老人咧生活用的是无共款。啊，这若学起来是真正，互家己变甲足有学问诶。一尾鱼啊，两只龟，三丛树啊，四缕花。经过学习，学员即马每一个人的台语拢讲甲真练长。问这个时代为什么想要学台语？真侪人拢讲会使对学习的过程找到讲台语趣味的所在。记者张君豪新潮报道。来看英国艺术家贾夫里，伊所创作大约40篮球场遐尼大油画，是世界上大牌油画。伫杜拜的拍卖会顶头，以6200万的美金卖出去，全部的钱讲会来帮助全世界有需要帮助的囡仔。英国艺术家贾夫里用7个月时间，伫杜拜真出名的棕榈岛亚特兰提斯酒店完成这幅面积是1980平方公尺，相当是4座篮球场这么大幅的油画。作品伫线顶向全球儿童招募来的画作甲印做底。贾夫里逐天用20点钟甲填满画布，号名叫做人类的旅程，色彩艳丽也加自在画法。这个成品切做70块，原本打算分做4面来拍卖，一定募集3000万美金的儿童慈善款。结果22日伫杜拜头一面拍卖，就由法国好业生理人宣布拍包标乱，成交价是6200万美金，差不多新台票17.7亿，比预定的目标加1倍钱。If I know that I can save one children, I'm happy. So I hope we'll give them food, school, love, future. It will be amazing. 美祖阿布顿是阿尔及利亚的法国生理人，经营加密货币事业。伊讲伊细汉嘛是善车囡仔，知影摇过痛苦，即马真想要帮助这个囡仔。一解收工所有画作是希望做一模范。画家贾夫里表示，会将这个善款透过4大友伴，包括着杜拜关怀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甲全球善举基金会，尽量去帮助全世界的这个儿童。Tonight marks the beginning. This is a legacy. This is a 20-year, 50-year legacy. We will continue to do the work we need to do to help these children around the world. 6200万美金的身高天价，互贾夫里成为目前在世拍卖身价第4悬的艺术家。加这个月进前，以袂使替代代币 NFT 形式，将规批加密数位动画拍卖6900万美金的天价比谱，连续改写艺术市场的传奇。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译。空气污染是全世界拢爱面对的问题。瑞士最近有一份报告就指出，印度的新德里已经连续3年是全球污染上严重的首都。空气雾茫茫，赛车伫咧路的头前拢看袂啥清楚。这是印度新德里去年11月空气污染的情形。若居民挡袂牢，也互国家的首都有一个全世界上垃圾首都的歹名声。瑞士空气研究组织 IQL 上真的一份报告，用空气中的 PM2.5测量空气品质。去年新德里 PM2.5的平均浓度是84.1，是中国北京的2倍以上，全世界第一。这已经是当地连续第3年被评为上垃圾的首都。आश्चर्यचकित तो नहीं होना चाहिए हमें, बिल्कुल नहीं होना चाहिए, क्योंकि ये वही चीज़ सामने आई है जिसके बारे में हम सोच रहे थे। जो आशा थी बिल्कुल वही चीज़ दिल्ली के लोगों ने की है। तो अगर नाम सबसे ऊपर आता है तो क्रेडिट भी हमें ही जाता है। 印度政府讲，人口增加、工业化、都市化程度愈悬，污染就愈严重。因已经设定新的环保标准，希望会当慢慢减少空气污染，摆脱全世界上垃圾首都的这个歹名声。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今仔各地温度拢有回升，西半部佮金门、马祖有蒙雾，所以能见度是无介好。另外，西半部的空气品质嘛是无好，敏感族群就爱特别注意。这回来看今仔详细的天气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9度，上悬26度。中部地区上低19度，上悬27度；南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30度；东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25度；华岛地区上低13度，上悬24度。
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公司第2台的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